想着起航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伫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，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。老爹，收拾呢？啊，机票买好没？买好了。这一趟拍多久啊？还不清楚啊。反正拍完之后我直接回北京了。我挺担心我老妈不适应的。我老婆有我呢。你也别担心我。不担心。老爹。你放心吧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肯定会做出个样来。儿子，你呢不一定非要做个什么样来给老爸看，只要你自己好好的、健健康康的，你幸福，老爹就幸福了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活着，只要觉得幸福就是成功。前2天我去看了孟叔，还跟他下了棋。太好了，他怎么样啊？都挺好的。只是后来啊，好像孟叔听说搬去了一个什么高级疗养院。那好啊，那是好事儿啊。是。那孟宁不就解放了吗？好事儿。那你收拾吧，老爸先下去了啊。对不起啊，我昨天说的话有些自私。既然你喜欢参加那个比赛，那就去吧，开心就好。志恒，你不用跟我道歉。我呢已经想明白了，我决定不参加那个比赛。为什么？因为钱和出名都不是我最想要的。我应该好好照顾爸爸，好好做你的女朋友。妮妮，你昨天说的对，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，那就等于失去了灵魂。我不要我心爱的女孩失去灵魂。我相信钱和出名对你来说都不重要，但是去拼、去赢、去证明自己是很重要的，对吧？还不行啊？那我可就说出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了。给我一个满足我虚荣心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到时候一定到现场给你加油打气。志恒，谢谢你。
我要走了，你自己要保重身体。小一本。爸，我来了。我说我走了。爸，干嘛呢？下棋呢？什么呀？爸，什么都没有啊。爸，你知道吗？志恒同学我参加选秀比赛了，从来都不知道，原来他会这么在乎我。爸，歇一会儿啊，我给你倒点水喝。等我啊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疑，携手过太多，谁想等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爱过。媳妇儿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照下自己。真的，快坐。随便了。媳妇儿，我可想死你了。今儿怎么出来了？骗我老妈拍照片啊？等着。经理啊，我上吐下泻，我可能昨天吃错了。啊，谢谢经理，谢谢经理，我明儿一定尽量过去。哎，搞定。上学的时候没见你这么会表演啊！哎，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，说。我要参加选秀，帮我准备一下。选秀？什么选秀？刘一鸣，你租这个房花了多少钱啊3000啊。3000？哇，那比你上回租的房差多了。刘哥，我一接到你的电话，就把公司里边所有的房子全看了个遍，甚至还跑到别人家看了几间你说的这个价格的房子。这间房同价比中的条件算是最好的，而且这间房的房东啊是头一回把这房间往外租。上回给刘哥租的那房子，刘哥退房的时候都没要我去找房东退押金，我怎么可能还像刘哥这样的人呢？哎，兄弟，在这个地点、这个地段、这个价钱，能租到你已经帮到我了。女人话不能听，我跟你说，他这叫什么呀？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说谁呢你小样！哎，行，那有什么事儿您再给我打电话吧。好，我先走了啊。辛苦了。哎，拜拜。老实说，连我都想批评你。谢了，兄弟。好，再见啊。不会演戏呀。我在巴黎看录影带的时候，甚至想把录影机给摔烂。这种实力还说是我女儿。弟妹查岗喽。总之啊，你还真不会演戏，所以你才会休学1年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不是休学了1年，现在这出以后不准再拿这事开玩笑了。我们俩分了。喂，风涵，你要借海州剧院的排练场，干嘛？
秦边让我参加选秀。哎，刚才在家里你说那话什么意思啊？真的分了？好，不问了。你是不是看我现在这样，特开心，特爽？绝对没有。你想想看，我是你的情感垃圾桶，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肯定憋在心里不舒服。你是不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啊？何妈妈在这儿呢，说吧。好，咱们吃完这顿饭，就把这事儿翻篇了，一切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吃饭啦！那吃完饭我陪你唱歌，行了吧？嫂子不在家呀。那带你去兜风。我又不是风筝，兜什么风啊？跟我抬杠是吧？行，你现在属于非常时期，我跟你犟。那你说吧，你想干嘛？我全部都奉陪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我今儿起得太早了，现在特别困，想回家睡觉，这你总陪不了吧？当然了，我知道，你看我现在单身又长得这么帅气，你对我有想法，这我理解。你绝对是狗嘴里吐不是象牙，我告诉你。行行，我什么都不陪你了，你愿意干嘛就干嘛，好不好？你就吃，好好吃，好好睡，然后活活的睡死你，行不行？关于明天比赛的准备工作，我已经逐项的安排下去了，千万不要出现任何差错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好。那就好。欢迎收看海州女儿选秀大赛50强晋级赛暨7度空间公主系列形象大使选拔赛。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非常的热情，也就是说，今天入围的50强的选手当中呢，将有1名幸运选手成为我们7度空间公主系列的形象大使。会是我们火辣的拉丁舞女郎吗？还是我们的歌手，或者是我们的小提琴公主，究竟花落谁家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对啊，也希望我们今天在场的50位多才多艺的选手可以赛出最好的成绩，为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献上一场视觉盛宴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干杯！10年万岁，友谊万岁！友
笑笑吧。真后悔让你这女魔头来我家。我是女魔头啊？啊，那个，跟你一块长大的那个，他是什么？他就是衣冠禽兽，斯文败类。哇，表面上看上去道貌岸然，背地里什么坏事都干。虚什么虚，让没有人在。别跟我提他。不提就不提，那我提梦妮儿，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哇，4年啊，4年的感情说断，咔嚓就给断了。刘一鸣，你眼光太好。哎呦，我说错了。我告诉你，不准说我。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我不了解。告诉你，这样的女孩我见的太多了。她就是看上张志恒比你有钱。爱情对于他们而言呢，就是一场梦。等梦醒了之后，就会发现，哎，原来他可以把爱情当成一个屁给放了，然后什么都忘了。其实爱情本来就是一场梦。对于他们而言，爱情，现实的生活呢，就像是一场雨。他们为了暂时避雨，会躲到爱情里，然后等到有一天，他们就会发现，其实他们需要的并不是那个可以和他一起做梦的人，而是那个可以给他撑伞的人。对于梦妮而言，张之恒就是那个可以给他撑伞的人。现在干嘛？喝酒啊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梦里淋雨。伞是低的，夜是红的。你今天的笑容分外的美丽。突然之间狂风暴雨，你依偎在我的身边，我却无法为你遮风挡雨。我发现了，你一伤心就会变成一诗人。好啦，酒也喝了，别难受了。该伤心的人不是你，而是梦妮儿。她太傻了，为了一时之需，失去了一个那么爱自己的人。而你呢，不过是失去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。所以错不在你，在他们。其实谁都没有错，就像你刚刚所说的，错就错在我他妈根本就没有能力能保护他。一个自己都没有伞的人，自己淋得跟落汤鸡一样，我怎么保护他？我就像一棵仙人掌，而他是一朵玫瑰。我生活在沙漠里，他在花园，他在等待绽放，我却在不断的枯萎。我没有办法给他所需要的水分。不对，就算是玫瑰，也有室内的和野生的。他不是没有选择的权利，是他自己愿意成为一个供人欣赏的室内玫瑰。
我的仙人掌，需要的是水，不是脚。即便如此，我也希望自己是可以给他安全感的温室，不是只靠自己顽强活着的仙人掌。我爱他，我好想给他幸福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已携手过太多，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早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爱过。将蜡烛吹呀吹，烛光也流了泪，怀念太奢侈，却羡慕你我。是花儿的芬芳，是蝴蝶的翅膀，是伤心的蒲公英，你是它的方向。爱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它。是伤心的蒲公英，你是它的方向。爱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它。他丢了爱的他，心像被挣扎，身体无主到想要死掉，雨一直不停下，眼里进了沙，骗自己没了牵挂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看跳舞啊。我都好久没练了，跳得不好。挺好的，就是场地小了点儿。这场地还好说，主要是这个音乐以前都是钢伴的。钢伴？就是钢琴老师伴奏。哦，那你需不需要个钢伴？我当然想啊，想有什么用啊？
几首。好久都没练了，手都僵了。你弹的也太好了吧！你看你，大惊小怪的。我呀，从小也是被老妈强迫着学的，没什么天赋，10级没考过，9级。这还叫没天赋啊？那我就更没天赋了。哎，我看行，就这样吧。以后啊，你每天下午都陪我练舞，就当我的钢伴，定了啊！来吧。可以开始了吗，小姐？可以了。好嘞。就在我们场上的4位评委在50强的晋级名单中选择的时候，我们的厂商也在做着艰难的抉择。根据我们现场的人气指数，还有我们网络的投票指数，有2位选手是分数比较接近的，那就是我们的23号选手 CC 和我们的37号选手秦斌。那么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了，那么请您来宣布，谁会获得我们7度空间公主系列的形象大使？恭喜37号秦斌公主！恭喜37号秦斌获得我们7度空间公主系列的形象大使，恭喜你！台州女儿选秀大赛50强晋级赛暨7度空间形象大使选拔赛已经圆满的结束了。没错，那么恭喜我们入围的50强选手以及37号选手秦斌荣获我们7度空间公主系列的形象大使，恭喜你！恭喜我们的秦公主。下面有请7度空间徐总为获奖者颁奖。海州女儿50强。哎呀，你看吧，这个是我女儿，你看见没？这个那她名字秦冰，哎，还有照片呢。你女儿选上海州女儿了？是啊，哎，恭喜你啊！我女儿可厉害了，哎，能唱会跳的。哇，你幸福哎！哎，操心。来媳妇儿，好。你不知道有多操心呢，操心也幸福啊。行，别找了啊，走了。就不吵。好。来份报纸有海州女儿的，最新这个有。来10份。这里面有你家的亲属吗？亲属？啊。阿姨，您看这个秦冰，我媳妇儿。媳妇？女儿？真的假的呀？
哎，老大，什么事儿？刚才不小心摁错了。老大，你回去都还好吧？我说你小子肯定不是什么拨错电话吧？什么事儿啊？还是老大了解我呀。老大，你猜我在报纸上看到什么了？秦兵。答对。怎么着？他选上了？还没有，不过进了50强，报纸上全是他的照片。不错啊。老大，孟妮儿也在50强名单里，你说她怎么没参加比赛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老大，你说张之恒那么有钱，怎么也会让孟妮参加选秀呢？可能他自己的想法吧。你知道孟妮，她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人。也对，老大，50强之后这个比赛网络上就有直播了。如果你想看的话，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车来了，保重。我打算给老家寄一份。我上报纸给老家寄干嘛？这是证据啊，白纸黑字。以后你所有的报道我都收藏起来，也全都给老家寄一份。街坊邻居显摆吧？能显我干嘛不显啊？改天我再找一个合适的相框，把这个像奖状一样的贴在墙上。我同意。这个50强都产生了，那接下来是不是又要淘汰一大半了？不止吧，剩下来只能有10个人，就是前10强。哦，10强以后就是夺冠了。这么快？所以嘛，你要好好的珍惜，不然的话，下一轮我万一被淘汰了，你就没这机会。呸！快呸！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啊，满嘴胡言的。你肯定行，你是最棒的，其他人都不行。就是因为他们不行，所以才被淘汰了。万一别的那个赛区有比我更优秀的，我不就被淘汰了吗？不可能！你看看你们这个赛区，就代表了整体水平。我觉得其他的那些赛区也差不多，就那水平了。你没看就咱那场，唱歌跑调，跳舞顺拐的，就是小地方比赛，那素质就那样了。等你夺了冠军，妈就陪着你把全国所有的比赛都参加了。到那时候啊，我就不信你不红。妈，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比赛都参加了，吃住是一笔大费用啊。不是有关经理吗？这关经理也真是啊，出差了到现在没回来。你打个电话，你问问妈。他特别忙，而且他又不是提款机。他要是提款机，咱娘俩就不用在这儿忙活了。妈，我要是没被选上冠军呢？你肯定是冠军。你怎么知道呀？你想啊，这报纸上有50个女孩的名字，为什么单单你的照片在报纸上，单单你的名字在这么明显的位置上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看中你啊。傻吧？你说你多才多艺挺像我的，你就这脑筋转不过弯，你到底随了谁了？脑筋不好，绝对不是随妈。妈，孟妮，我看看，
就你那个同班同学啊？不是啊，梦妮不是说不参加这比赛吗？那行，那我在家等你啊。秦冰啊。啊，他说要过来。哎呀，我选秀的事儿都忘告诉他了。哎，你说，你就这么天天陪着我，也不去上班，万一阿姨再到公司去找你怎么办？你就放心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最近我老妈对我还比较宽松，而且特殊时期特殊对待。而且我也是人，我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也会谈恋爱。你后面比赛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规定的项目是唱歌，自选的我还没想好。哎，不过之前我能进50强啊，这舞蹈确实给我加了不少分，还得多多感谢张大公子的帮助。哟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哎，你说要不是你们家非让你做生意的话，我觉得你能成为一个特优秀的音乐人或者钢琴家什么的。那我改行？我看行，不过阿姨肯定饶不了我。没关系，那我就英雄救美，我带你跑。去哪儿啊？你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。那我们就从云南出发，转战缅甸。如果还对我们穷追不舍的话，那我们就走水路，从泰国到西伯利亚，到西伯利亚，然后再到北极圈。如果还是逃不掉的话，那我们只有带上吃的喝的，坐上火箭，然后直奔月球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妮妮啊，其实我觉得呢，不管我们两个去什么地方，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们俩又不会分开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希望可以给你一辈子的幸福。直接到月球不就得了？转来转去的你也不嫌累。妮妮，哎，想什么呢？还不赶快去练？好，来。哎呀，什么曲目？肯定觉得太小儿科了。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。你才唱儿童歌曲呢，是我爸教我的《大海故乡》。来，我们走吧。大海呀大海，是我生长的地方，海风吹。哎，哟，秦冰，开进来，开进来，来来呀，其实还会弹钢琴啊？我就不行，胡乱弹的。别笑了啊！这人跟人是不一样，乱弹也弹这么好。哎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前2天在报纸上看见有叫梦妮的，也参加了海州女儿，本来想问问你，结果这一来，郎情妾意，我还用问吗？说什么呢？你们俩本来就是一对儿啊！哎，二位要不要喝咖啡？好，我去煮，免得挨枪。哎，你慢点儿，别烫着。好嘞。这还不叫郎情妾意？妮子，要不我怎么说你命好？渴了有人给你端水，累了有人给你差不多行了啊。恭喜你进入50强啦！谢谢亲爱的。哎，我早就想跟你说来着。哎，我也进50强了。真的？你也参加比赛了？我就不能参加比赛，就不能进入50强了？不是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真的？那要是
我俩碰在一起怎么办呀？那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，你也是，对吧？你有没有想过张志恒的感受？他挺支持我的。可是你现在毕竟是人家女朋友啊，你想啊，你要是选上了呢，张家没面子，觉着你看未来儿媳妇儿是选秀出来的；你要是没选上吧，那张家不就更没面子了吗？百里挑一的儿媳妇儿，选都没选上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再说了，我们不是还没结婚呢吗？哎，我们小的时候可说过啊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爱情，那就是耍流氓。小时候说的话你还记得？反正就那么回事儿吧。妮子，你跟张志恒，你们两个没什么，可是你也要为他父母想一想。妮子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咖啡来喽！哎呀，看看我煮的怎么样？尝尝我做的。谢谢。呀，我还是不喝了，你们两个人继续郎情妾意吧。我这刚做好，怎么就不喝了？我得生活呀。妮子，其实我先走了啊。再见。你走了啊？行，来，咱们喝，尝尝我的，怎么样？啊。这个秦兵啊，